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文經所答，我係 Matina。今日係母親節，首先俾啲掌聲所有媽咪先。呢一個特輯，我哋要爆一個真相，媽咪根本唔係普通人，佢係多功能整合式生命支援系統，全自動識得知你幾時想食嘢，幾時會病，你邊句講緊大話，仲可以 silent mode 幫你頂晒全世界。媽咪係家庭 HR、物流、emergency response 同埋命令嘅 backup。你見過邊一間公司嘅老細可以 OT 煮飯、洗衫、教導做功課、聽電話，仲要笑住話唔辛苦？你遲返，媽咪未瞓；你病咗，媽咪自動開啟抗生素模式；你喊，媽咪自動抹眼淚機制啟動，順便煲埋湯加埋經文。提摩太後書1章5節，你外祖母羅爾和你母親尤尼基心裏的無偽之信。一個人嘅信仰好多時就係媽咪日日一句主啊睇住佢啦開始嘅。媽咪唔係神，但係佢真係最似神嘅一種人嚟㗎啦。媽咪唔係先知，但係佢咩都知。你啱啱講嗰句說話嘅通唔啱喎，係咪有事呢？你唔好呃我啦，你塊面講晒出嚟啦，你 WhatsApp 打少3個 emoji， 一睇就知道你唔開心。AI 係要你問先至答，媽咪係你未開口，佢已經知道你內心嘅狀態啦。真正嘅 AI 係 always involved， 永遠參與。媽咪聽得出你話入邊有冇眼淚，睇得出你笑容入邊係咪撐緊。媽咪係屬靈代禱者，禱告唔響亮，但係堅持唔會停。箴言31章28節，他的兒女起來稱他有福，他的丈夫也稱讚他。有冇試過你唔記得禱告，但有個人喺廚房入邊煲住湯咁同你代禱呢？主啊，我個仔你要睇住佢，你睇唔到，但主知道。媽咪用心日日默默咁講咗1000次，主每一次都冇 miss 到。佢哋唔係要做英雄，係只係日日選擇為你多撐1秒。今日反思，媽咪可能唔係完美，但佢係為咗我哋做咗一個人最溫柔嘅服侍。我哋記唔記得我嘅人生第一個聽到主耶穌嘅場景呢？多數係媽咪喺身邊。我哋有冇試過為媽咪禱告呢？我哋願唔願意今日主動講一句媽咪感謝你，唔止愛我，仲帶我識出主呢？挑戰你母親節唔只係送翻個感恩，唔只係講一句 Happy Mother's Day， 仲講主親自報答你一切嘅付出。媽咪可能係冇斗篷，但佢哋每日嘅忍耐、愛同禱告早已經改寫咗你嘅人生。好，記得 like、subscribe 我嘅文經所答，下條片見，拜。